當年我爸爸有胰臟癌嘅時候咧，咁公司都好體諒，即係幫我就晒所有嘅行程啦。但係我爸爸做完手術之後咧，跟住嗰一個禮拜咧，盡量都唔編排我出街㗎啦。公司嘅父母感謝金咧，其實我爸爸同媽咪咧每個月都享有緊㗎啦，佢哋會覺得好開心。我諗支援照顧者咧，就無論大企業、中小企都要面對，所以我成日都分享就係我哋而家諗嘅咧，就唔係話做唔做，係點樣做，亦都係點樣去到回應翻同事嘅需要咯。同事覺得公司關心佢，佢就更加滿足喺公司工作。佢為我哋公司就做好佢嘅工作嘅時候咧，客戶係感受到。咁我係 Mandy 啦，咁我喺呢間公司咧，直至到今日就已經係過咗26年啦。咁就我嘅崗位咧，主要係負責聽維修 call 嘅，咁就係phone call會比較多啲。咁但係有時忙起上嚟咧，都會有外勤嘅情況出現嘅。當年我爸爸有胰臟癌嘅時候咧，咁公司都好體諒。其實嗰陣時係因為最忙嘅時間都係暑假，其實真係多10個人手都唔夠。但係公司都好好，即係幫我就晒所有嘅行程啦。咁嗰段時間，我爸爸做完手術之後咧，跟住嗰一個禮拜咧，盡量都唔編排我出街㗎啦。富安集團咧成立咗就1998年嘅，其實係一間咧就飲用水設備嘅公司。其實我哋2015年開始已經推行家庭友善嘅政策，咁個原因其實好簡單，因為我哋要同好多大企業競爭去搶人才、挽留人才，我哋必須我哋用我哋嘅創意啦、愛心去諗一啲家庭友善嘅政策，先至可以令我哋員工安心到工作嘅。亦都近年我哋發現咧，人口老化之後咧，我哋好多同事咧個護老嘅需要都好大。正正就係佢哋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，用好多病假啦，或者事假啦，去離開佢工作崗位，去陪診，去上工作坊嘅時候，其實好影響公司嘅效率同埋佢工作情緒。有見及此咧，我哋就推行咗呢個家庭友善嘅護老者政策之後咧，係令到同事咧係安心安定咁喺公司工作，既不影響佢工作效率，亦都可以令到個士氣咧提升咗咧。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企業持續發展、挽留人才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嚟嘅。提到個父母感謝金咧，我哋有2個 tier 嘅，第一個就會係68歲至到74歲就200蚊每個月，75歲或以上就300蚊一個月，就直接入落嗰個父母嘅戶口嘅。另外一個就係嗰個護老者假期啦，就係2天嘅，就係同事如果有護老需要啦，或者係需要陪診啊、上工作坊或者係同護老有關嘅一啲嘅工作安排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可以請呢個假。佢會覺得咦，你而家我生日你又可以陪我，有時我要覆診你又可以陪我每個月又有少少零用錢，同埋我有啲咩事頭暈身氣我唔舒服喺屋企嘅時候，你可以即時請假喺屋企睇住我。其實我哋作為一個人力資源嘅投資咧，其實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嚟嘅。正正就因為我哋提供好多嘅措施，佢哋感受到公司嘅關愛，佢令到佢喺呢個公司度係滿足嘅時候，令到我哋嘅客戶都感受到，繼而我哋有忠誠嘅客戶。有忠誠客戶亦都係公司持續發展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工具嚟。咁另外我哋嘅流失率咧係低過5%。另外我哋嘅病假率咧，經過我哋做呢個措施之後咧，都係大大減少咗15%嘅。亦都最重要一個 point 就係講生意啦。我哋其實公司就係做濾水器啦，我哋有個換芯嘅一個數據。我哋咧係有超過85%，出邊嘅行家可能得70幾%。所以中小企嚟講咧，第一步就有心去做啦，去評估嘅需要咧。第二步咧，都建議有一個嘅政策或者制度，或者可以考慮成一個細細嘅委員會啦。就希望呢個委員會咧，就有不同嘅部門嘅參與啦，有管理層啦、前線啦，令到大家可以有傾有講，去表達個需要啦。管理層又可以制定啱嘅政策。因為我哋譬如話講工作坊或者護老者知識咧，我哋要夥拍好多 NGO， 因為佢哋好多護老嘅同事都好好，亦都好多工作坊。咁其實我哋好鼓勵佢哋去上睇餸食飯呢個事用得好好，因為中小企嘅資源真係有限。最緊要咧係慢慢按部就班，按需要、按工作性質、按財政負擔嘅能力咧，係逐步去做。